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打的？那是不是？是我打印的。那长沙市公安局的这样子嘞，这里的赶客啊，单子也太大了吧？啊，是不是你刻的？是的。是吧？我们这个，你知道这是违法不吗？刻专业章子，现在公安机关批准了，要备案的。备案的。嗯。他是怎么跟你付的款呢？转了800块钱给我。为了这种800块钱，把自己当进去，你知不知道？几日后，我们抵达云南，将另外一名涉嫌伪造演唱会门票的李某也抓获归案。通过此次案件，我们公交分局顺藤摸瓜，成功捣毁了数个伪造各类证件印章的团伙。目前已刑事拘留7人，采取强制措施数十人。我们公安机关也将持续保持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。